2026年，記者問張柏芝：你仲會唔會對謝霆鋒有留戀？佢冇喊，冇鬧，冇控訴，只係好平靜咁講咗4個字：我愛錯了人。就咁一句，平靜到令人背脊發涼。但你以為咁就完？真正狠嘅仲喺後面。有人喺直播入面問佢：你會唔會同謝霆鋒復合？張柏芝聽完，直接翻咗個白眼，然後淡淡講：我缺嘅係牙刷，唔係老公。一句說話，全場笑爆。但笑完之後，你會發現呢句唔係玩笑，入面藏住嘅係一個女人經歷14年之後嘅清醒。呢個仲係當年嗰個為愛痴狂嘅張柏芝嗎？仲係嗰個為謝霆鋒要生要死嘅女人嗎？14年到底發生過咩？好多人可能會話，仲可以有咩？咪就係艷照門毀咗段婚姻，咪就係謝霆鋒接受唔到，覺得大陸冇，所以先離婚。如果你都係咁諗，咁今日呢條片你要坐穩，因為接落嚟我要講嘅每一句，可能都會推翻你過去14年一直相信嘅答案。你以為嘅離婚原因係艷照門，係陳冠希，係嗰張飛機合照，但真正原因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殘酷，更加離譜。2025年至2026年，有一個人連續3次爆出猛料，直接將當年嗰場離婚風波重新翻開，甚至將大家以為已經知道嘅真相重新拆開。呢個人就係王晶，拍過賭俠，棒過九品芝麻官，一生拍過無數香港電影，大家叫佢王胖子。佢同謝霆鋒合作過，亦同張柏芝合作過，所以佢講嘅嘢先會引起咁多人關注。2011年，張柏芝拍無價之寶嗰陣，王晶係導演，佢親眼睇住張柏芝喺片場嘅狀態。嗰陣嘅張柏芝一邊拍戲，一邊照顧家庭，一邊承受婚姻入面嘅壓力。王晶見過一幕，令佢印象非常深。有一次，張柏芝喺片場借廚房煮飯，一邊煮一邊講起謝霆鋒，跟住開始鬧，而且越講越激動，越講越難聽。當住成個劇組面前，完全冇再顧慮形象。有謝霆鋒唔陪屋企，講到唔理孩子；有謝霆鋒成日打遊戲，講到兩個人相處問題。所有人都聽到。王晶當時睇住呢一幕，心入面已經有一個判斷。呢段婚姻好難再維持，結果電影仲未正式上映，兩個人就宣布離婚。但真正震撼嘅係王晶之後講嗰句，大家一直以為謝霆鋒離婚係因為艷照門，但王晶話唔係，謝霆鋒根本唔在乎3個字，唔在乎。佢話謝霆鋒唔係因為嗰張飛機合照，亦唔係因為艷照門，甚至從來冇因為呢件事同張柏芝真正翻臉。如果真係咁，個問題就嚟啦。既然唔係艷照門，咁兩個人點解會行到離婚？王晶講性格不合，但你唔好俾呢4個字呃到，因為性格不合只係一個表面答案，真正壓垮呢段婚姻嘅係更加深層嘅問題。而王晶爆出一個數字，令全網震驚：3年5次懷孕，4次流產，1次生產，甚至差啲喺生產過程中出事。你冇聽錯，3年5次懷孕，4次流產，1次差啲喪命嘅生產。呢件事係王晶後來訪問入面親口講出。你試下想象，一個女人3年時間個身體幾乎冇真正休息過，唔係懷孕就係流產，唔係養生就係生孩子，身體承受嘅壓力，精神承受嘅折磨到底有幾大？但另一邊嗰個令佢懷孕嘅男人，生活照樣繼續拍戲、工作、打遊戲，避開問題。到呢度，故事其實先啱啱開始，因為下一個問題更加關鍵。點解謝霆鋒當年會娶張柏芝？答案可能更加令人意外，因為有人爆料，可能唔係因為愛，而係因為一口氣。你哋一定會問，如果謝霆鋒當年唔係因為艷照門，咁佢點解會娶張柏芝？答案可能你哋估唔到，係賭氣。呢件事係謝賢前女友 Coco 爆出嚟。當年王菲嫁俾李亞鵬，謝霆鋒接受唔到呢件事，佢咽唔落呢口氣，所以轉個頭就同張柏芝結婚，而且兩邊父母當時都唔知情。你諗下，一個男人因為前任結婚，一時衝動娶咗另一個女人，呢段婚姻又點可能冇問題？最殘酷嘅地方係張柏芝當時可能完全唔知，佢以為自己嫁俾嘅係愛情，
以為自己終於等到嗰個男人。但如果呢個說法成立，咁佢喺呢段婚姻入面一開始站嘅位置，到底係咩？係真愛，定係一個替代品？2000年初，張柏芝同謝霆鋒因為拍《老夫子》相識，嗰陣兩個人都仲好年輕。張柏芝20歲，謝霆鋒亦20歲，兩個年輕人喺片場慢慢產生感情。張柏芝後來講過，第一次見謝霆鋒，覺得佢真係好靚仔，靚仔到自己唔敢直望。之後兩個人分分合合，謝霆鋒同王菲復合，又再分開，而張柏芝一直喺旁邊等到2006年，終於等到呢段婚姻。嗰一刻，佢以為自己贏咗，以為自己打敗咗王菲，以為自己嫁俾咗愛情，但最後先發現自己嫁俾嘅可能係一個心入面仲裝住另一個人嘅男人。所以有人話呢段婚姻一開始個地基已經唔穩，但張柏芝唔認輸，佢想用自己嘅方式守住呢個家，而其中一個方式就係生孩子，一個唔夠，兩個唔夠，再繼續，於是就有咗王晶講嗰組數字：3年5次懷孕，4次流產，1次生產。你知道4次流產對一個女人代表乜嗎？每一次都唔知係身體上嘅傷害，亦係心理上嘅折磨，身體越嚟越虛弱，荷爾蒙失衡，情緒崩潰，甚至可能面對產後抑鬱。而呢一次，張柏芝全部自己承受，因為佢相信，只要自己再忍耐一下，只要自己再付出多啲，可能個男人就會反轉頭，可能謝霆鋒會多啲陪佢，多啲關心佢，多啲愛佢。但最後佢先明白，有啲嘢唔係靠付出就可以換返嚟，因為謝霆鋒中意嘅可能一直都唔係張柏芝呢種熱烈，直接將所有情緒寫喺臉上嘅女人。佢更欣賞嘅係王菲嗰種清冷、疏離，永遠令人猜唔透嘅感覺。你睇謝霆鋒同王菲相處，好似永遠有種距離感，一個追，一個被追，一個仰望，一個被仰望。但謝霆鋒同張柏芝相處狀態又完全唔同。張柏芝投入全部感情，希望得到家庭，希望得到陪伴，希望每日有一個完整嘅家。但謝霆鋒似乎未必能夠俾到佢想要嘅安全感。兩個人想要嘅嘢唔一樣，所以由最初開始，呢段關係已經有巨大落差。直到後來，張柏芝自己終於想通。2026年，當記者問佢仲會唔會對謝霆鋒有留戀，佢只係講：我愛錯了人，冇怨冇恨冇責怪，只係一句陳述。但呢4個字背後，其實藏住14年，14年嘅沉默，14年自己照顧孩子，14年冇喺公開場合講過謝霆鋒一句壞話。你知道呢有幾難嗎？一個女人如果真係想報復，手上可以有好多故事，但張柏芝冇咁做，因為佢始終有一個原則，俾孩子留返一個完整嘅爸爸。佢曾經講過，無論我同霆鋒之間發生過咩，佢永遠都係孩子嘅爸爸。我唔想孩子大個之後見到媽媽喺度鬧爸爸，因為咁樣最辛苦嘅唔係大人，係孩子。所以即使自己受傷，佢都選擇收埋，將所有情緒自己消化。但呢14年，邊個替佢講出呢啲事？就係王晶。2025年至2026年，王晶喺唔同場合連續3次爆料，每一次都令當年嗰段婚姻重新成為焦點。第一次就係講到《無價之寶》拍攝期間，王晶話當時張柏芝喺片場狀態其實已經接近崩潰，一邊拍戲，一邊照顧孩子，一邊處理家庭問題。有一日劇組休息，張柏芝借廚房煮飯，王晶經過，隨口問煮緊咩啊？張柏芝話煮俾謝霆鋒食，因為佢知道謝霆鋒中意食。但講講下，情緒開始爆發，有煮飯，講到兩個人相處，由照顧孩子講到對方唔陪伴，越講越激動，成個劇組都聽到。但最矛盾嘅畫面係佢一邊鬧，一邊煮飯，一邊話對方唔好，一邊又準備好飯叫人送俾對方。你諗下，呢係一種咩感覺？係愛未消失，但失望已經累積到頂。係一個女人明明好傷，但心入面仲放唔低。王晶見到呢一幕，就覺得呢段婚姻可能已經行到盡頭。果然，《無價之寶》上映之前，兩個人宣布離婚。而第2次爆料，王晶講得更加直接，佢話好多人成日以為
風姿離婚係因為艷照門，但其實唔係。真正問題係兩個人完全唔同頻。張柏芝係一個好感性嘅人，愛一個人會全心全意，開心會表現，傷心亦會表現，所有情緒全部寫喺臉上。但謝霆鋒比較內斂，遇到問題傾向避開，避入工作，避入遊戲，避開面對。一個需要溝通，一個選擇沉默。拍拖時可能叫互補，但結婚之後可能就變成衝突。張柏芝想要嘅係陪伴，係回應，係一句我喺度。但謝霆鋒未必做到，而呢種差距慢慢將兩個人越推越遠。離婚嗰陣，張柏芝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睇唔明嘅決定，佢主動放棄平分財產，亦都冇要求撫養費，佢只要一樣嘢，就係兩個仔嘅撫養權。當年好多香港媒體都笑佢，話佢傻，話佢將一手好牌打到稀爛。畢竟謝霆鋒當時嘅身家係好多普通人一世都賺唔到嘅數字。如果按照一般人嘅想法，離婚就應該爭財產、爭樓、爭錢、爭資源，但張柏芝一樣都冇要，佢只係講我要兩個仔。14年後再回頭睇，到底邊個先係真正睇清未來嗰個人？2026年嘅張柏芝，三個仔已經慢慢長大，而佢自己嘅事業亦一步一步重新行返正軌。曾經被輿論推落谷底嘅女人，靠自己一點一點將人生重新砌返出來。而當年被所有人認為贏咗嘅男人，這些年亦有自己嘅選擇。但人生最大嘅遺憾，唔係失去一個愛你嘅人，而係喺一個人最需要你嘅時候，你冇出現。2011年，風姿離婚消息爆出來之後，成個香港娛樂圈都震動，各大媒體爭住報道，頭版頭條全部都係張柏芝淨身出戶，謝霆鋒結束婚姻，王菲等咗多年終於有結果。當時嘅輿論幾乎一面倒。點解？因為喺好多人心裏面，2008年嗰場風波已經令張柏芝背負咗太多標籤，好多人唔願意再睇佢之後嘅改變。無論佢點努力，點照顧兩個仔，點重新做人，大眾依然習慣用過去定義佢。佢以前發生過咩？佢以前經歷過咩？全部都變成攻擊佢嘅理由。但係好多人忽略咗一個關鍵問題，如果謝霆鋒真係接受唔到嗰件事，點解2008年唔離婚？點解2年之後仲會有第二個仔？Quintus 係2010年出生，而嗰場風波發生喺2008年，時間線擺晒喺度。如果真係無法原諒，點解仲要繼續維持呢段婚姻？所以後來越來越多人開始重新思考，可能真正嘅問題從來都唔係嗰件事，而係兩個人由一開始就根本唔係行緊同一條路。2006年，謝霆鋒同張柏芝突然結婚，衝到快到連雙方父母都覺得意外。謝賢後來甚至講過，自己都係睇報紙先知道個仔結婚。好多人當時都覺得奇怪，點解會咁突然？點解會咁快？後來外界不斷猜測，有人覺得呢段婚姻背後有王菲嘅影子，因為唔耐之前王菲同李亞鵬結婚，謝霆鋒曾經深愛過嘅女人已經選擇咗另一個男人。對於年輕時候嘅謝霆鋒嚟講，呢件事無疑帶住巨大衝擊，於是佢選擇快速進入另一段婚姻，而站喺佢身邊嘅女人就係張柏芝。但問題係，一個男人如果帶住上一段感情嘅遺憾走入下一段關係，咁新伴侶真係可以得到完整嘅愛嗎？張柏芝當時可能冇諗咁多，佢只知道自己終於等到愛情。2000年代初，謝霆鋒同張柏芝因為電影認識。嗰陣兩個人都仲年輕，一個係娛樂圈最耀眼嘅男星，一個係剛剛爆紅嘅少女偶像。張柏芝後來講過，第一次見謝霆鋒嗰陣，覺得佢真係好靚仔，靚仔到自己唔敢望太耐。嗰陣嘅愛情其實好簡單，冇咁多計算，冇咁多現實，就只係喜歡一個人。後來兩個人經歷過分分合破，謝霆鋒同王菲復合又分開，張柏芝一直喺旁邊等咗好多年。終於等到2006年嘅婚禮嗰一刻，佢以為自己贏咗，佢以為自己終於成為謝霆鋒生命裏面最重要嘅女人，佢以為自己嫁俾愛情。但後來佢先發現，有啲人走入婚姻未必代表已經放低過去，有時候只係想證明自己可以重新開始。婚後嘅張柏芝拼命想經營好呢個家庭，佢想做一個好老婆，一個好媽媽，佢想令謝霆鋒知道呢度先係你嘅屋企，佢願意付出，願意改變，願意承擔更多。但感情裏面最殘酷嘅一件事就係，唔係所有付出
都會換嚟同等回應。一個人越努力想走緊，另一個人可能越想逃離。最後，呢段曾經令無數人羨慕嘅婚姻，始終走到咗終點。但張柏芝唔甘心，因為喺佢心裏面，呢段婚姻唔應該就咁結束。佢相信自己仲可以挽救，相信只要自己做得夠好，謝霆鋒總有一日會回頭。所以婚後嗰幾年，佢將自己全部心力都放咗喺呢個家庭上面，生仔、照顧子女、打理屋企、遷就丈夫。佢希望用一個女人最大嘅努力去守住一段已經開始出現裂縫嘅婚姻。但現實有時候就係咁殘酷，你越想證明自己值得被愛，你越容易忘記其實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愛。張柏芝年輕嗰陣係一個敢愛敢恨嘅女人，愛一個人就會毫無保留，開心會講出來，傷心都會表現出來。佢唔識隱藏，更加唔識扮冷靜。對於佢嚟講，愛情就應該係兩個人互相陪伴，有問題一齊面對，開心一齊分享，唔開心就抱住對方。但謝霆鋒嘅性格剛剛相反，佢習慣將情緒收埋，遇到問題第一反應唔係面對，而係沉默、避開，甚至逃入工作同自己嘅世界裏面。一個人需要回應，一個人習慣逃避。開始戀愛嗰陣，呢種差異可能會變成吸引力，一個熱情，一個冷靜，一個主動，一個被動，好似互相補足。但一旦進入婚姻，呢種差異就可能變成最大嘅矛盾。因為張柏芝要嘅唔係一張銀行卡，唔係一間大屋，更加唔係一個明星老公嘅身份。佢要嘅只係你陪下我，你聽我講下，我辛苦嗰陣，你可唔可以企喺我身邊？但呢啲最簡單嘅要求，對於謝霆鋒嚟講，可能就變成一種壓力。有人話張柏芝太黏、太依賴、太需要愛情，但其實對於一個深愛住家庭嘅女人嚟講，想要丈夫陪伴，想要一個完整嘅家，又有什麼錯？只不過佢愛嘅方式唔一定係對方想接受嘅方式。後來外界不斷討論，到底風之婚姻失敗嘅真正原因係咩？有人話係艷照門，有人話係第三者，有人話係性格不合。但如果將所有事情串埋一齊睇，可能最核心嘅問題就係兩個人想要嘅人生根本唔一樣。張柏芝想要嘅係一家人坐埋一齊食飯，係子女成長時爸爸媽媽都喺身邊，喺屋企有笑聲、有溫度、有煙火氣。而謝霆鋒想要嘅可能係更加自由嘅生活，有自己事業，有自己空間，唔需要每日面對太多情緒壓力。所以呢段婚姻唔一定係邊個壞邊個錯，而係兩個本來深愛過嘅人慢慢發現原來自己想行嘅方向唔一樣。最痛苦嘅唔係唔愛，而係曾經深愛，但最後發現愛唔能夠解決所有問題。而真正令張柏芝改變嘅唔係離婚嗰一刻，而係離婚之後嘅生活。因為嗰一刻開始，佢先真正明白呢個世界上唔會永遠有人幫你遮風擋雨，你唯一可以依靠嘅始終都係自己。離婚之後，張柏芝帶住兩個年幼嘅仔，開始咗一段完全唔同嘅人生。以前佢係謝霆鋒嘅老婆，係娛樂圈裏面嘅風之組合，但之後佢只剩返一個身份，就係兩個仔嘅媽媽。好多女人經歷離婚之後，可能會陷入怨恨，會不停問：點解受傷嘅係我？點解佢可以重新開始？點解我要承受所有後果？但張柏芝選擇咗另一條路，佢冇時間怨，因為兩個孩子需要佢，每日一睜開眼就已經有兩個小生命等緊佢照顧。嗰幾年，媒體鏡頭下嘅張柏芝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光芒四射嘅女明星，冇華麗禮服，冇精緻妝容，更多時候只見到一個普通媽媽拎住大袋細袋接送小朋友返學，